疫情趋缓，中央疫情指挥中心8日宣布微解封相关指引。台南市政府为了照顾摊商生计，规划予夜市服务业。在第一阶段初步审核当中，有大东、武城、花园等知名夜市会当自7月12号起陆续恢复营业。市府在开放的同时，更加大防疫力量，将伫咧夜市每一个出入口装设 AI 智慧防疫系统，运用科技协助防疫。非常谢谢我们在地方的有线电视台的部分那也共同跟我们针对于夜市的防疫，那也共同尽一份心力。那我想之前呢，市政府这边跟地方的有线电视台，我们的4家有线电视业者共同来做合作。那么针对透过摄影机的部分透过科技部的这个我们的人脸辨识，来计算出整体场域的容流量，以及所有戴口罩这样的一个智慧分流。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防疫的部分呢，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也一并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夜市里面。那也非常谢谢大东夜市，我们的管理单位那共同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智慧防疫。双子星上挂有线电视很荣幸参与这个智慧人流系统的一个建制了那也感谢市府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对这个防疫贡献一点心力。那这个系统是由我们有线电视提供宽频网络，还有这个摄影镜头这等硬体的建制那再搭配那个国网中心影像辨识系统的一个技术合作。那这个系统大概就是会自动启动人流的监控，如果人流超过人流数，或者是发现那个有民众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这个广播，提醒民众来达到这个防疫的效果。大东夜市负责人吴汉清表示，疫情期间摊商无营业，严重影响生计。感谢市长黄伟哲以及市府团队对摊商的关心，夜市也已经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也为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摊商进行快筛。为着要让咱这来踅夜市的人客呢，有一个安全，有一个放心咱就遵照着咱市政单位所规定的防疫措施，来做好这设备而且呢，特别对咱全体工作人员甲阮这摊商呢，阮伫今仔日提早来做这个筛检要对咱这市民呢有一个放心的场所的负责。7月12日，大东夜市就要恢复营业，除了规划人流管制，并运用 AI 智慧防疫系统。工作人员快筛、环境消毒等积极作为，希望让做生意的摊商、买物件消费者拢会当安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